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奶茶西多士，我係林木。美國億萬富翁馬斯克最近喺美國沙特投資論壇上面有大膽嘅預言，指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嘅技術將會急速發展，將會令貨幣體系逐漸失去重要性。佢引述科幻作家 Link Banks 嘅作品《文明》，描繪未來社會中金錢會漸漸失去意義。人類咧將可以選擇咧唔工作同嘆世界，而同場嘅晶片巨頭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就有相反嘅觀點。佢認為 AI 係驅動效率競爭，促使打工仔更忙，職業模式咧將會面臨深度重塑，而唔係消失。首先想講翻《文明》呢本小說嘅內容，主要係發生喺9000年前各種人類同人工智能組成嘅社會裏面。當時大多數嘅居民係唔需要工作就可以擁有任何嘅嘢，所以幾乎唔需要法律同埋執法。馬斯克將呢段文化描繪為太空社會主義。由於高度發達嘅技術實現咗生產完全自動化，高度先進嘅人工智能負責大部分嘅規劃同管理。好想帶出馬克思內心世界同願望，將人類加速帶去未來嘅社會，繼而將呢個 concept 注入佢嘅生意裏面。如果根據馬斯克嘅諗法，將來嘅社會將會係點運作？點解金錢就變得唔重要？係非常之有趣嘅。首先，成個社會都係由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去運作。機械人同人工智能唔單止佔據咗所有工種，佢哋仲會好似人類咁根據環境嘅變化去改變社會，包括制度同生活方式。亦都識得去用資源創造社會需要嘅必需品。人類嘅角色表面上就喺機械人嘅上層，但係由於人類已經冇參與太多社會嘅運作，慢慢就脫離咗呢個管治嘅模式，只係着重能夠保持生活嘅質素，包括食物、居住環境、生活必需品同其他娛樂，而提供人類生活嘅元素就由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去負責。呢個結構性嘅轉變，主導社會嘅工作由人類慢慢變成人工智能同機械人。去到呢個階段，大部分人都唔需要返工創業，政府亦都唔需要去發展經濟，國家與國家之間嘅競爭亦都會減少。由於人類唔需要付出就已經可以獲得生活所需嘅一切，所以金錢就變咗冇咗個必要性。呢個就係馬斯克想帶出嘅意思。如果呢個世界真係變成咁，其實人類又點會再進化落去呢？不勞而獲將人變成其他動物一樣，最後人類就變咗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嘅寵物，所有嘢都要受到人工智能同機械人嘅控制，所謂嘅寵物化。我相信林木有生之年應該唔會去到呢個情況，但好欣賞馬斯克，佢將佢內心嘅世界嘗試帶嚟現實嘅社會。講到尾，地球上不勞而獲嘅物種永遠都係會被淘汰嘅，所以最重要嘅係人類同人工智能中間點樣攞到個平衡。就好似黃仁勳所講，人工智能反而令到人類更忙，職業模式將會深度重塑。呢樣嘢先係大家要去嘅方向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咁多先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朋友，希望你可以 share、subscribe 同埋 like。下次見。